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这无法度，这个假袂乖嘛乖袂惊。当年因为抢劫，被掠去关13年哦，才拄啊假释出狱，因为无钱，搁去犯案。这个嫌犯3更半暝举着菜刀到超商去抢钱，敢若抢着现金400块，甲少数的游戏卡，价值才大约1000块。抢劫了后，骑铁要逃走，警方调这个监视器，当天的中昼，就伫西门町掠着人咯。封关13年，才放出来3个月，即摆还搁入去封关咯。挂嘴烟滴无啊！这个查甫人原本伫超商要结束，但是对包包内底摕刀出来。店员看到菜刀，只好听伊话，甲钱交出来。嫌犯敢若摕到400多块的现金，还有游戏卡点数一丝丝啊尔，价值1000块左右。嫌犯一走，店员就报警。嫌犯对超商出去了后，马上走去骑 U-Bike， 一路一直骑到市民大道。这代志是发生伫台东区的超商，伊摕刀去抢劫了后，离市民大道坐客停车去万华三温暖。对透早4点犯案，警方8点钟就把人抓到。没有工作缺钱使用所以才会这个铤而走险。犯下这个超商的强盗案。原来这个姓毛的嫌犯，人拢叫伊是菜刀大刀。95年到96年，离三北地区的抢12间的超商，去用以强盗罪判20年，关13档了后，今年5月假释出狱，无想到讲，佮因为无钱开，佮去人抢劫，这回可能会佮去用关回去。